哎，天乐，醒醒！哎呦，孩子，你醒醒啊！醒了，干什么呀，奶奶？你都干什么了？那干啥了，奶奶？哎，你看你睡哪儿呢？你呀，睡到人家依然房间里了。我怎么睡依然房间了？啊，你为什么呀想想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我昨晚喝多了我。哎呀，你再想想，喝多了怎么就到这儿来了呢？是我喝多了我喝多了，我哪想起来我到这儿来了我。好好想想，喝多了怎么就睡到这儿来了？之后又怎么了？啊？不是我哪知道怎么了？我那谁那依然呢？他在洗澡啊。哎呦喂！我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别急，孩子，别急。我不急。我去问问依然去。问别急啊，等着我啊。哎呦，我得出去。喂，你醒了？哎，这是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？你昨晚忘了？你昨晚可过分了。什么叫可过分了呀？反正就是很过分。不是，咱俩别跟这猜谜语了，行吗？你就说怎么过分了。喂，嘿。昨天晚上依然，奶奶有话要问问你。怎么了，奶奶？天乐，昨天晚上没怎么找你吧？昨天晚上我们挺好的。挺好的。这挺好的是怎么个好法啊？天乐没欺负你吧？他昨天晚上就喝多了就跑我这屋来了。那他还是欺负你了？没关系的，奶奶，我不怪他。这，哎呦，人呢？这儿呢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哦，真是的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干嘛呀你？还干嘛？人家依然都承认了，你怎么还不承认呢？不是，承认什么了？承认？依然说，你昨天晚上喝醉酒了，醉得一塌糊涂的，迷迷糊糊的上了人家的床，你呀，干了混事儿了。哎呦，
我干回事了吗？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了我，这么着，您先回去吧，这事我来处理。您家中间我没法弄这事儿，好吧？那你叫我怎么给依然交代呢？不用跟他交代，您直接走就行了啊。那我怎么能不管？哎，可以，行，听我说，你回去，听我的啊，听我的，回去，直接走就行了啊。嘘，走吧，直接走，别打招呼啊。依然，要上班去呀？那奶奶买了些水果，别忘了吃啊。哎，好，我走了啊。奶奶再见。再见。你再睡会儿吧，我上班去了。你做的？话真多，赶快吃就是了。哎呦，挺细心嘛，啊，没看出来呀。我这醉了一次，也给了你表现人品的好机会，不错，加分。哎，那个昨晚上我没干什么吧？啊？我没说什么吧？这该说的反正全都说了，不该说的呢，也全都说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先是抱着我不放，然后呢就扑到我怀里，痛哭流涕，撕心裂肺，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。哼，不可能，这完全不是我性格，不可能。不光如此，还一直念叨着一个男人的名字。听错了，你绝听错了。嘿，你对我好，跟你在一起的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有意思吗？是你吧？是你吧？啊？是不是我又怎么样呢？行，我心里有他，他心里没我，他有女朋友，行了吧？话也不用这么说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没你啊？昨天我去接你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喝醉了，然后靠在那儿，我就觉得那画面呢，看着特别的和谐，浪漫至极。另外，你是不是不大清楚一个男人喜欢女人时候的状态啊？那我给你举例说明啊，比如说有的男人呢，
他虽然很忙，但是他会拿出很多的时间去陪这个女人找工作。又或者呢，他其实已经成熟了，但是会和这个女孩子做很多幼稚的事情。你说我就不用再说了吧？这么多事情摆在这儿，你还说天乐心里面没有你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你不一直在念叨吗？我说过了。